讲到这行政院伫今仔日通过轮省特别预算，其中编列2360亿用来普发现金1万块。那准送到这立法院审议，外界就咧推测，这立法院大咧10月初来通过，上紧10月底进程就当开始发。也若包含着现有户籍的国民，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等等，各大族群拢会当领到，而且领钱方式有5种。务必要在特别预算公布1个月内启动现金发放的程序，来使全民能够受惠。普发现金1万，上紧10月后半个月就当领到啊！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，行政院会再去通过润省特别预算案，要送立法院来审议，其中就编列2360亿，是普发现金的发放经费。财政部也正和数发部来整备相关的系统，并且积极的规划宣导，还有客服以及款项拨付清算等等执行作业。目前行政院规划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，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，摕到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，外国人是咱国民的配偶，而且摕到居留许可。各有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的人员，含伊有国籍的眷属，拢符合普发现金的资格。行政院拍板通过任性特别预算案，其中就包含了普发现金，要比照2023年的发放方式，你家旁边的 ATM 就可以领。看过去2008年的金融起高龄，今年年初是发放3600块的消费券，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，政府推出振兴3倍券，搁有2021年疫情3级警戒，各加推出5倍券。2023年是普发现金6000块，这摆暗算采取登记入校 ATM 领现金、直接入校邮局领现金和注册来发放5大方式。用主计总处 GDP 的评检指数去评检以后，我们估计今年普发现金对于 GDP 的贡献大概0.415个百分点。经济部长景明鑫嘛强调，照2023年普发6000块的经验来推算，普发1万块应该会使刺激经济成长率成长0.5%。不过，说落来嘛是要看替代性消费，也是甲现金欠起来的比例。若是有观光加其他消费来配合，有机会达成更较大幅度的成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